来，中国内部指出，虽然航空专家认为这对民众来讲飞行的时间未有上大影响，但是交通部是来表达着严正抗议。部长王国材讲，若拄着天气无好，飞机会偏东边来飞行，这恐惊会影响到台湾的民航机甲军机飞行的安全。 乡亲赶大包小包，准备要出国游览。中国离咱台湾较近，飞机免坐遐久，所以讲是真侪台湾人介意的所在。上海厦门更加是热门的目的地。不过，中国民航局宣布讲，为明仔载起取消 M503的航路，启用 W122、W123的航线，由沙面向东边飞，互人真好奇讲，这对民航的航线有什么影响？假设你是要往上海、北京的方向，基本上我们是往上飞行的。 好，往上飞去接航路，然后进到这个大陆的飞航情报区。如果你是要往这个所谓的厦门或者是这个广州那带，你是往下飞的，那往厦门就是往下飞之后再绕行上来到厦门啊。那如果说往广州就继续往西飞，所以基本上往大陆的这个航线也不会经过到这个地方。 中国 M503的航路真接近海峡的中线，不过台湾航空公司因为要飞到中国，拢会斜过这条线，要去上海斜对北边过，若要去厦门的，就斜对南边过去。所以讲，就算这个 M503有改变，对台湾的航空公司航程的时间影响无大。中国要飞台湾，共款斜过海峡的中线，不过若是中国军机伫 M503伫飞行的时，对着天气不好的时阵，就真可能超过界线。如果它直接在 M503上面4.2海里，当天候状况不好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偏东。那这个偏东会跟我们的民航还有军机会有冲突。就惊讲民航机飞安被扰乱，毕竟中国早伫2015年启动航路的时，就甲咱国沟通过。即马凊彩变更这个航路，民航局嘛表示遗憾，嘛做出严正的抗议，有关要怎对应，就要等相关的机关进一步讨论了后，才会对外说明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